检察院今日约询新北市长侯友宜，是因为伊伫咧1989年做台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组长的时阵，洪指控讲伊带上百名的这个顶部警察和霹雳小组，强制甲迄当时伫做乌名单的市大会总干事罗益世等人赶走。那赢着伫咧即期讲，这检察院提起35年前的旧案件，是伫咧政治对杀。 市长会不会觉得今天这个案子有点是政治追杀？因为隔了35年才突然说要调查，可不可以帮？在新北市府的市政会议结束，侯友宜9点半到监察院，替监委高永成、林碧荣来调查35当前的罗益世案接受约询。因为较早市大会总干事罗益世和台独联盟干部蔡正良做台独运动，和执政的国民党政府立作是乌名单禁止入境，但是两个人在1989年秘密返来台湾，声援郑南榕。伊当初做台北市中山分局刑事组长的侯友宜，洪指控讲带上百顶部警察和霹雳小组，而且拖出两个人押到桃园机场驱逐出境。我尊重监委的职权，检视过去是需要我们大家凝聚共识，不是制造更多的冲突跟对立。而面对监委，我都心中坦荡，我已经很清楚的跟监委说得很明白了。会谈差不多1点外钟结束，侯友宜强调讲已经甲监委讲甲真清楚，新保城唔惊鬼，但是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批评讲用35当前的旧案约谈，是在政治对杀。当时侯友宜市长只是继承的远景，是执行命令，这真正是标准的东厂，标准的鹰犬，大家全民绝对不能够接受。 我们行政院呢也有很多案子呢，都在受到监察院的这个调查。我想没有所谓这个特别追杀的情况哈，我想这是过度解读。陈建仁认为讲应该尊重宪政机关的工作，监察院是发声明讲是接受民众真情，针对政策的决定和执法的过程在做调查，无任何政治考虑。讲是因为代志过真久，无可能去追究个人的责任，只是希望透过侯友宜的证言去进一步厘清来了解代志的真相，和政治对杀无关系。另外调查过程需要保密，让后续外界卖黑白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